有么意思？晒头点嘛，明星现在有么意思？晒头点嘛，明明那里，你多吃晒头点哦，做什么呢？午夜嘛，你多吃晒头点哦，二零年。啊，有么意思啊？过点数外面他妈在路呢。二零年这个明明有出哈就，啊你是你在你们那里有的说，我上面一说到了嘛，这个跟你。有的这个有么意思呢？晒头点哦，二零年后面过点数，他们过点数，搞了们过点数，这外面这个就你这个了嘛的，阿拉嘛个从那我里是有这个说到了的嘛，说真的嘛的，阿拉嘛没领过嘞，对的嘛。啊，可项目啊，可做啊，搞点就搞点就这个呢，哦。有么那些的话有合计，在年底哇，大上下就说个的嘛，中下就说个的嘛，阿么呢有么一个比赛对点哦，二零年有么一年，阿么阿里么嘛就在这个说那么绝命过就多的哇，二零年有这说。老米们过点数，后面过点数，高老们过点数，太们过点数，花圃们过点数米。有我上面说，只要你的过点数个有的话就都给说，这个呢，人家其实那么别个我弄你这里收了账哦，二零年没得收他妈过，有啊，可人家都那这里了，人可讲哦，可项目啊。他妈那里有明显的去过晒头点数，有木一坡的啊，二零年。明明呢，这俩可晒头雕像哦，二零年，俺们你去有的过去的去，俺们不都是上下就过晒头雕塑个天天的哦，天天不在的嘛，爹嘛不都你说什么？你不在拍摄的晒头雕哦，有啊就是，明明呢可以说你这个过雕塑俺们，你们各去都有可以说吧，可项目啊，他妈呢有个就。我朋友啊，二零年我听说你的啦，可晒出晒胡了是呢，可这里可以说给你和睦是一了呢，可以说个就过来，或者的一点哦，二零年明明啦，又可以说个嘛晒出点数米，点数呢，你都搞不晒出点哦，你都有搞不，二零年咱教务教授个。明天的晒出家点哦，在家里的考过就给你外面，怕什么那些，那点嘛里面名字点嘛呢？你都给来给这年哦。有么一路也呢，阿么呢，啥么我都啥么很多，提就过点哦，阿么有路面没过，也说你说，么一种呢，我们的妈咪都叫我的子，来的嘛。